湾茶世界出名，其中包种茶上早是对台北的南港开始发展的。在地为着要推广包种茶，就有举办食农活动，带民众来泡茶、食茶，也学到茶知识甲历史。色的，对啊，你那时候就加奶茶。豆豆仔将茶汤倒出来，甲鸭仔摕好片茶芳，搁一杯一杯来试啉。茶农提出5种无同款的茶米，甲民众泡茶啉茶。这是南港农会举办的包种茶食农体验活动，有家长带囡仔做伙来认捌台湾的茶文化，嘛有民众来品茶放轻松。那学茶艺，搁熟悉茶文史甲知识，可以帮助你静心，或者是你不同心情的时候泡的茶会不一样。而且这里环境很好啊，根本不像台北市。平常时囡仔袂去接受这啦，然后而且厝里其实是一种、2种，就算足侪啊。你遮等于就是介绍台湾的有较有特色的茶米，佮会当品食无共茶米的香味。带民众泡茶的老师是南港古庄在地茶农，伊讲南港茶产业对清朝就开始发展，上早的两位制茶师魏正时甲王水锦，除了是在地茶叶的重要人物，嘛是台湾其他地区济茶师的师傅。过去茶生产了后是专门出口去国外，也拿南港包装茶的特色，除了清芳之外，嘛因为当地石灰矿的地质有一个合作石生开的特殊气味。原则上，我们南港是包种茶的原乡。老寮遐有一个叫魏晋时甲王水锦茶师，因是专门咧教人制茶的。因为阮家的地质是属于比较石灰质比较多一点，对，所以咱家的茶就靠这石先开。主办单位讲，因会伫休热期间举办济甲茶有关的活动，上主要就是想要互民众来认捌南港的包种茶，以及了解南港茶叶的文史，也邀请民众做伙到包种茶故乡来泡茶。记者柯选林玉凯台北报道。